此時正值農忙季節，走散的象群非常危險，這讓趙平和他的同事們異常緊張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 國王和兒子也暫停了巡遊，在附近出現，讓這條鄉間公路變得危險重重。对于国王来說，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返回象群。10幾年前，他們從蒙陽子保護區出走，渡過瀾滄江，一路輾轉遷徙。後來，新的水電大壩和高速公路切斷了回家之路，他們和其他家族徹底失去了聯繫。如何衝破障礙，繼續象群的繁衍，是他們面臨的最大難題。他們也因此成為中國最危險的象群。過去10年中，曾有20多人在與他們的衝突中受傷與喪生。